非常非常之好。我朋友話佢嘅價錢咧係平過人哋3至4成啦，快過人哋3至4倍啦，非常非常之 OK。佢就係我哋做 ISOK 嘅 OK5。ISO 係認證機構嘅 OK5，唔該。OK。早晨啊，大家。早晨。咁咧，我就企喺度講咁悶啊，好嘛？咁我都唔想對住嗰個寶櫃講啦，因為咁就好悶嘅講 ISO。OK。咁好多謝阿財爺嘅介紹先啦。咁啊，第一個 PowerPoint 就 list 晒我公司其實會做 ISO 嘅認證。OK。咁啊所以呢度唔多講啦，呢5分鐘真係好要精要啊！咁啊，唔該下一環。咁啊，今次呢5分鐘咧，我想同大家各位老闆去探討一間成功嘅公司嘅重要嘅元素。OK， 咁亦都係一間公司持續發展嘅重要問題啦。咁我哋喺做 audit 嘅時候都會經常性問到，亦都係而家市場上講 ESG 個 G 啊，比較少人會去關心嘅一樣嘢就係話，喂嗰個管治點樣可以持續發展？咁啊我會想同大家一齊去了解下呢樣嘢，亦都會可能問大家少少問題。咁第一樣嘢就係各位老闆，你哋公司有冇做一個自己嘅公司文化，幫自己間公司定立啲目標㗎？有冇啊？有嘅。咦，阿 Ben Sir 講得最大聲。我想問下你公司嘅文化同埋個目標係點樣㗎？就係後悔自己講太多嘢。我哋希望係一個對上對橫對下都係透明嘅公司咯。呢個好鮮明嘅。咁我哋講嘅要一致，同埋咧係盡量可以清晰咁溝通。OK。好。嗱，其實咧每間公司嘅文化咧都唔一定要係好一模一樣嘅。OK， 咁但係作為一個管理層一個老闆咧，絕對要有需要去俾到佢下邊嘅員工知道佢嘅方向同埋佢想點，究竟係 work-life balance 啊，定係每事都要管呢個老闆？嗱，呢個你好清楚話俾佢聽，唔可以朝令夕改。如果唔係，佢每一次做嘅時候佢都要諗，一諗就慢㗎啦，就冇效率㗎啦。OK， 咁啊，另外就係定立一個明確嘅目標啦，即係好簡單，好似我哋VH team 咁樣，我以一個組織嚟比，我哋嘅目標當然係希望我哋可以揾多啲 guest 翻嚟啦，可以入我哋 Infinity 呢個大家庭啦。咁但係更重要嘅就係我哋嘅 guest 或者 observer 嚟到，我有冇了解佢需要？我可唔可以幫佢哋喺會度做一個對接 ？OK， 咁從而咧呢樣嘢會令到我哋嘅客人 OK 會滿意嘅 OK， 員工做得到，亦都有成功感。好，慢慢下張。咁好啦，頭先講到滿足感啦，咁你哋有冇了解過你呢個行業？唔係你個行業，你間公司相關嘅持份者嘅滿足嘅程度有冇了解過？有冇了解過？大家知唔知個持份者有邊一啲人㗎？我又問下，有冇人？唔敢講。可以問下佢。唔敢講嘢。有啲咩持份者？簡單嘅就 partner 啦。咁持份者，其實有啲員工睇下佢點諗去做，因為如果佢對公司有歸屬感嘅話，其實佢都可以當自己係其中一個持份者。OK。嗱喺我哋 ISO 嘅角度嚟講咧，持份者咧其實分外在同內在。外在就係你客啦 ，OK。咁你俾完個 service， 俾完個 product， 佢滿唔滿意啦？好簡單呢樣嘢。咁啊，另外內部啦，就係你個員工啦 ，OK。咁你員工佢做得開唔開心咧？佢做得唔開心嘅時候，你會唔會俾到好嘅 service 或者好嘅 product 咧 ？OK。咁除咗員工之外，另外一個持份者咁當然係老闆啦 ，OK。員工有冇了解到老闆嗰排煩緊啲乜嘢？有冇一齊分憂咧？咁呢間有好嘅，大家互相了解先可以做到一樣好嘅生意嘅，我覺得。咁啊，再下一個啦，我哋又去諗一諗。sorry， 重複咗，係啦，再下張。好啦，每一個生意其實佢自己有獨立嘅運作嘅，咁裏面個系統點樣做咧？因應各人而異，但係
每間公司都要有一個好明確，即係一個成功公司都要好明確，就係有冇一個好好嘅危機意識，有冇做一個危機管理。OK， 咁成功嘅公司一定會有去做到3部分，包括預防啦、控制啦，同埋呢一個修復嘅。OK， 咁我想問下大家，覺得呢3部分邊樣嘢係會最重要？阿 Bruce 啊，坐得前係有著數嘅，可唔可以問多次？你真係唔留心聽我講啦，係咪？我諗緊，咪有3部分，3部分預防、控制同修復，邊樣比較重要啊？對於危機處理、防控制同埋修復。預防咯，預防勝於治療啊嘛。預防有幾多個人覺得預防係重要㗎？可唔可以舉手 ？OK， 係冇錯，預防係好重要嘅，因為咧。你要有預先嘅演練啦，你不斷咁要去諗究竟有咩問題產生啦，你從而制定後嘅方案啦。你有預練，即係有預備去準備去練習過嘅話，你就好容易控制到嗰件事。但係有一樣嘢，好多公司都會忽略，因為有好多人識拆彈，拆得好叻，好識救火。但係救完火之後，你有冇好細心地去諗一諗點樣去將你間公司嘅呢個危機去修復 ？OK， 有陣時嗰個修復嘅過程往往就係將你嗰間公司處危險嘅狀態再次去提升翻。所以呢一樣嘢大家真係要唔好諗住救完火算啦，完咗有下一次咁樣。咁同埋亦都好令到間公司會知道究竟我點樣再防範。OK， 好，唔該下一個。好啦，嗱呢個唔係賣廣告啦。嗱定期嘅審核咧，無論內部又好外部，其實都好重要，都好重要。點解？因為咧有啲嘢員工好想老闆知，你可以透過 audit 打把口講俾老闆聽。OK。另外，老闆亦都好想有啲嘢叫員工做。OK。咁講極都唔做咁點啊？靠 audit 話俾佢聽，你一定要咁樣做先得。OK， 好啦，點解環境咁差都仲要搞 ISO 啊？咁樣，咁梗係環境差先搞 ISO 啦，賺錢，大家揾錢啦，啱唔啱先？係咪？咁成日都係嗰句，你環境差，想同人哋競爭得好，咁啊自然要有一定嘅認受性啦，俾人突出啦。如果唔係到最尾點啊？一路都鬥價、鬥平價咯，鬥到最尾係點樣啊？大家都係蝕住去做，蝕住去做都唔緊要。一個有證書，一個冇證書嘅時候。大家同一個價錢，你揀邊個？係咪？另外就係可以幫大家出口啦。如果內需唔夠做嘅時候，就做出口啦。OK， 好啦，咁今日分享嘅貼士就係咁多。但係我想講多一樣嘢就係話，我想講多一樣就算你間公司揾得幾好都好，我俾埋張證書你都好。如果你唔識將呢張證書運用到極致話，呢張證書都係垃圾。咁呢個問題大家諗一諗，點樣可以運用到佢變咗極致，亦都可以由下一位講者話俾大家聽，點樣將呢張證書